早晨啊，大家！而家已經係2025年啦，6月4號啊，星期三啊，朝頭早啊，8點05分啊。咁啊，琪琪咧，終於迎來即係我家姐咧，我阿媽佢哋嚟咗英國之後第一日嘅考試啊。今日星期三，今日星期星期一、星期二唔使考啦，喺屋企溫書。今日終於要出去考試啦！全家人出動啊！佢阿爸、佢阿媽、佢家姐，哇！今次咧送佢呢個奔赴呢個刑場嘅考試場啊，同埋婆婆添。好咁佢第一次考試嘅時候有一段片嘅，我俾大家睇一段片先啊。好啦，睇完段片之後咧，就到今日啦。好啦，我哋出發啦！歷史性時刻終於到咗啊！琪琪入去啦，跑入去啦！啊！好啦，考試啦嚇！祝個好運啊！今日考數學啊，希望成功，考到好成績啊！望一望呢度，爭取100分爭取100分啊！成車人，阿婆啊！爭100分。100分係咪？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！有咩說話想講啊？盡力而為啊！盡力而為，阿媽媽加油！加油！阿家姐上唔上鏡啊？家姐唔上鏡。個心定啲。個心定啲。係。冇咁緊張。冇咁緊張。OK，好。學校門口啊，好啦，希望佢考到好成績啦。OK。